使咗60萬買小米速七拗柴嘅車主，佢係發夢都估唔到自己台車會變咗做縮馬力。5月1號，小米速七拗柴推送咗 1.7.0 嘅 OTA 版本更新，新增咗排位模式圈速考核，車主需要自費去指定嘅賽道跑到規定嘅圈速成績，先至能夠解鎖1548匹馬力。響日常駕駛會限制喺900匹馬力以下。0-100加速會從 1.98 秒變成咗 6.2 秒。當初拍晒心口講1500匹馬力，地表最快4門量產車，過咗個5.1假期返嚟，馬力大幅縮水。唔去跑賽道刷成績的話，同台 Max 版有咩區別呢？所以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認知去埋單。你以為俾齊錢買咗架電車返嚟，台車就真係屬於你嘅咩？我只能夠同你哋講一句，恭喜你成為尊貴嘅付費試車員。小米速七呢單嘢並非簡單嘅性能閹割，背後其實有3個主要因素。第一係基於安全考慮因素，1500匹全馬力輸出，容易觸發過熱保護，鎖馬力係為咗延遲電池嘅使用壽命，防止日後大規模嘅召回。第二係基於輿論嘅壓力因素，自從小米速七上市以來，鬼火少年街頭飆車，賽道失控，每一次炒車對品牌形象都會造成負面影響。響未經過專業訓練嘅駕駛員誤操作嘅概率極高，容易引發交通事故。限制馬力輸出可以降低公共道路嘅風險。第三係出於法律責任嘅因素考慮，基於道路交通安全法，雖然未明確電車嘅加速性能上限，但係喺司法實踐中，如果車企未採取技術限制，可能對用戶嘅危險駕駛行為承擔連帶嘅法律責任。小米嘅限速設計可以視為履行風險提示義務，但係站在車主嘅角度嚟講，我使咗60萬買1500匹，依家得返一半，咁樣算唔算單方面違約呢？響購車嘅時候並冇告知到性能嘅限制條件，解鎖全馬力需要額外支付賽道嘅使用費、輪胎嘅更換費、賽車嘅培訓費等等呢啲高昂費用支出。如果購車合同未明確標注性能限制條款，車企單方面通過系統升級修改車輛嘅性能，咁樣就可能違反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格式條款不得限制消費者主要權利嘅規定。再同你哋講個冷知識，響德國2023年嘅時候，機動車法明確禁止車企通過軟件更新去降低車輛嘅既有性能，但係喺我哋國家現行嘅法律就尚未明確，除非喺購車合同中明確有標注限速規則，而且用戶自願接受，咁樣就唔構成侵權。響現行嘅汽車三包法亦都未明確界定軟件功能嘅質保範圍，消費者響遭遇到 OTA 鎖車鎖電嘅情況下，往往都係維權無門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準備買車嘅兄弟，買車嘅時候記得睇真啲嘅購車合同。響呢個年代，你買嘅係半成品，你以為你係車主，實質上你只係一個試驗品，有錯就改，越錯越改，邊做就邊改，睇下邊個唔好彩。同意兄弟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